接下来来看呢，也是会看唔到嘅个红叶啵，同海螺壳切做各种馅呢，佮钓起来上下睇冇起风。按你个传统工艺，按到螺钿、上海螺壳，恁摆顶上用啊睇木质家具，也算神作嘅装饰一道。专门同神作上海螺壳嘅庞金路，系20年前中原专业嘅时节来做一行嘅。唔过咁嘅系，佢当时台湾上海螺壳嘅神作市场萎缩，遇到进口大家嘅冲击，师傅上做嘢转行嘅。唔过庞金路沙应坚持下来，延续一个工艺。庞金路师傅当初将描好嘅螺贝壳用线去割，同已经磨烂嘅螺贝壳切做需要嘅大小同形，系做上螺贝壳工艺嘅第一步。用螺贝壳雕好嘅图底下贴上复写字，图手表行描出形。佢用机器训练线详细画框。提升表头指向嘅螺贝壳，而家係上入空地板，佢用机器磨烂表面，表现出螺贝壳天然嘅色，也就係传统工艺上螺贝壳。海里面拿出来贝壳是天然的，而且你走出来全部用完全冇加色嘅那原来的颜色，原来全部穷了色子出来了，但是做家养出来像都舒面当啊。特别是有个晚出，哦，还个桌面，还个一般的门牌嘅都也有。简单来讲，上螺贝壳就係套手表行畫圖，這色料扮做螺貝殼，同時係將螺貝殼上到地板。有人會係用螺貝殼本來嘅色為主，每隻螺貝殼都有自家嘅色，所以就算係強款嘅圖，呈現嘅色也會冇強款。呢就係上螺貝殼作品是人嘅素材。你全部天然的颜色了，所以一家贝壳地本哪一个部分的颜色都不一样。但是所以讲，你做出来的东西穷了化，但是你做的部位冇同样来讲，色完全冇同样。有限個螺貝殼嘅主要成分係碳酸鈣，除非遇到強酸物質，希望上螺貝殼作品係當好保存。做咧講永久性的啦，呢啲東西唔會壞，除非你屬扁心，東西才會壞。但是你是像屬地板樣板唔會變啦，色就唔會走。之下呢啲冷冷是嚟用來做上螺貝殼嘅螺貝殼，愛得到冇咁簡單。呢就係上螺貝殼工藝較困難嘅素材。主要貝殼因子地，它有萬 mm， 唔係講當平嘅東西，所以你輕平嘅有時候變個幅度會緊細，所以你做嘅東西做唔得調態來講做唔出啦。一隻貝殼地本所冇一題是講是1%用得停，跟估隻貝殼是調嘅，所以我摻個原料最難摻啦。彭金鹿做上螺貝殼工藝已經有20年，專門做新作。講起自家為參與呢行，也係200個機會。40歲時讀到中研專業，對上螺貝殼根本都唔曉，就接下數百樓梯嘅工作室。剛開始是講喺堂裏要做啦，吼，做然後去做營業，但是去做營業後去上了行冇做，去冇做了，像冇傳啦。這種工錢有停啦，所以佢冇做，還是特別轉還是做來接來做啊。接來做以後，還是機器自己改下自動的好做啦。對苗日轉到手工藝，彭金鹿冇太多時間擺事創意，只是得兩片學加片學，改在自家還有多少個才情，唔是技巧，就是得享受。那堂地教是算最好基本的啦。俺下巴是睇下群演做，
看几种样板做，大概差不多样板做，安尼就会遇到安尼问题就很高的哈，开始紧好紧做，紧好紧做，所以差不多不是办公室全部回来啦。只是学校了后，彭振禄又遇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关于上路备课成绩当初进来进外做嘅时节，所以佢进近无限嘅时间，只有展开时间调几年。因为我从早上太阳8点开始做学，做到下午头隔天1、2点才有得睡觉。最好的是这啦，因为睡3、4点钟练啦，所以紧做些紧都冇上嘅少啊。加最好的是最好的是高峰啊。高峰有持续几多年？持续大概3、4年而已。开始慢，因为爱接架时都最好的时间开始往下掉了嘛。开始往下掉先行开始做，在中间我还是有等于还是传到啦。彭振禄讲，台湾会越来越少人做上路备课成绩，主要是将成绩通常是在用其他台，市场需求量无问题，又系有啲新闻原来进口低价嘅冲击，当到师傅上菜转行，只有自家行到坚持。做完研究都已经少，记到冇竞争力冇安限啦。我要了解技术，就了解技术，速度比佢度加，而且我成本就会降下来，路备课嘅成本降下来，我时间降下来，所以还有形啥人平唔样啊？我们记到全部改行，是到了是像爱做啦。我技术所系认为路足够嘅天单，不过也已经当少咧。2年，彭振禄实际讲系半退休状态，过去创造出可讲见嘅机器。有啲已經當叫無開機運作。我最高紀錄兩公破案做，一日做32萬多啦，貢獻了等於營業額啦32萬，但是做一傳我差不多20幾萬啦，最好的時候啦。但是像現在的話，只有還是該零用錢啲。睇佢賣成就嘅店行，一般下還看得到彭振禄嘅作品。當有嘅手工，還有路備課天然嘅色，提升成就嘅價值同質感。工作室可能工務結構也會關起來。彭振禄討談傳統工藝就係消息，佢也支持得上網堅持到青梅。